刚经》呢，我就问《金刚经》最后一句4句偈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一入电，应作如是观。是。那么，既然有为法，那么什么是无为法？一个一个来。你说。然后，如雾亦如电，我们又怎么来看？比如说这个世界像梦幻泡影一样，我们应该怎么执着？我们把心放在哪里？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既好像又有又无那种观念？是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有为法，无为法，这两个首先要讲清楚啊。因为有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有作为的有一种因果关系的，也更通俗的一个用法去说的话，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想象的这些东西叫做有为法。有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些本性的，叫无为法。这也是本身一种整个一切玩法的一种分析的方式。所以它就是要分为两个，一个叫有为法，一个叫无为法。所以这个有为法就是我们一般的一切万法，万事万法都是有为法。为什么叫有为法呢？因为它有它的因，导致这个结果。然后呢，因为它就像现在的有一些投资的那种循环一样，房地产一样，不是你有钱，你的钱是银行的钱，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也是银行的钱，最后都没有钱，知道吗？一个倒闭了，第二个也倒闭，不是有这种现象吗？泡沫一样的那个逻辑一样。有为法的本身就是，尤其是大乘佛教这样说的，因为你的因和因有相互相成的关系，所以你的因不能独立的话，果也不能独立，果不能独立，因也不能独立，这个因果关系都是相互相成，最终都没有。那我插一句，就精神现象属不属于有为法？那当然，精神现象来讲的话呢，刹那刹那，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得。所以呢，这个不可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这种现在我们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的这个心呢，它本身就是已经是有为法，而且是因果，所以它的一种无常细于无常的状态，所以叫做有为法。凡是有为法都是无常。这个说法比较正确。所以一切有为法，但是你刚刚又说了，那是有为法，有什么是无为法呢？如果没有这个特性的，那叫无为法。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叫无为法？这是相对的有，实际上没有，因为没有有为法，哪来的无为法？这个就是这个中观核心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是。你既然说是无为法是有为法是无常空性，有为法不在了，相对的无为法也不在，没有长没有短，没有高没有低，都是相对的。所以呢，到时候本来没有，所以呢，般若心经里面说无明，无明即净，这两个是这样想的，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我要去除烦恼，那个执着实际上本身有一天它自然会没有倒闭的，消失的吧。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是透过执念可以治疗执念，就是这个概念那我们应该观现在怎么观呢？对，是这样的。但是呢，它要分两个。没有证悟的人来讲，对于没有证悟的人来讲，有为法是存在的，绝对是存在，因果什么都存在。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法讲给谁听呢？根深蒂固有这个执念和
觉得有一法存在的，实实在在他正在做这个梦的人，对话的佛陀。所以呢，佛陀对话的对象本来不是佛讲给佛听呐，所以佛就讲给众生听的时候，当然说一切有为法，因为这是唯一佛和众生共同谈话的一个基础。虽然不是佛本意，但是佛为了众生讲众生的话嘛，所以就是一切有为法。但是第二句开始讲佛陀本意说，如梦幻泡影，它是实际上是一种梦幻泡一样空性、无自性存在。所以开始用他自己承认的一个例子来，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就是什么这个梦啊、幻啊、泡啊，这我们都知道。就昨天晚上就是说，如果你做梦到这个捡到这个100公斤的黄金，你早上醒来的时候，或者昨天晚上你梦你做了这个澳洲的总理嘛，醒来的时候你不会当真。对，因为你知道这是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自己承认的一个事实，作为佛陀讲这个空性道理的比喻。但是这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当你做梦的时候，真的这个梦是存在的，对，梦存在那个的时候是非常看起来非常真实的。但是醒来就完全没有。所以呢，我们还在众生在这个轮回的时候，我们这些有为法都是非常真实的。可是，一证悟涅槃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两个是用这个两个不同的角度的逻辑来分析，是这样。中观的话，就是要既有又没有，就是我认为梦对，这是有时候是既有既没有，境界是没有的。对，既有就是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讲的话，既有，有没有就是它的本性就是这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佛陀厉害的，而且诸法的实相已经是本来面目，这叫本来面目。中观就是已经应该是中观，为什么叫中观呢？因为讲这个讲的非常中立，非常到位，叫中观。所以这个一切见地当中，所以我们开始就应该说，这的确是真实存在，但它是像做梦一样，你不要太执着了。对，就其实你跟，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至少其实这些都是不需要那么执着啊，就是那种开始慢慢开始跳软你原来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和非常尖锐的这种或者非常执着的那个心态。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做到更好。对，那我接下去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金刚经》里面正好也有一句话叫“因心无所作而生其心”，像我们有吗？有，你继续。这句话就说，就其实就是我们讲不要太执着了，是不是？就是前半句的话，一心无所住嘛。是这个一心无所住是这样的。因心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你心没有什么可住的地方，所住的地方。比如说，你晚上做梦游，去到那个水里面了，湖泊里面了，你还在做梦，你以为这里有船只，你坐在船里面，睡在船上面，一梦醒了，这里没有船了。你自己在赤裸裸可能在这个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你哪里没有可依靠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无所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切诸法都是空性，没有什么执着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执着，所以你先安住于这个状态。其心就是你要升起这样的心。因为一切诸法本性不存在，所以你要明白不存在，就这个意思。就升起这样的心。就升起这样的心，你明白不存在。因为一切诸法是空性，你要明白空性。换一个方式去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无所住，就是意思就是心能够觉得这就是红色，就是你心住于这个红色的状态。
心住的意思就不是说坐在椅子上，就是住，就是一种你在就是执着于或者你心愿着一个所愿一个点上面，你就已经认定为就是这样啊，你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心所住的了。那没有可发现，没有可执着，没有可追求，无来无去的话呢，那无所住。无所住第一句来讲一切的本性，生其心是意思什么呢？你的心要跟得上这个状态。OK， 所以这两个已经平衡了，叫成佛。现在本性一直存在的，但是我们心不在，不起，没有起心，没有用这个心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心经的一开头也这样说的：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照见就是生起心的意思，无云皆空就是无所住的意思啊，是这样。